真侪少年人会甲这奥多拜延长讲改甲碰碰叫，这噪音真正噪耳。即摆学校也要放寒假，加上过年，北北基桃的环保局特别伫咧寒假这段期间，加强伫咧夜景区也有噪音的热区要处理。安尼讲到最近要过年，真侪人会去到这台北的南门市场看年会。台北市的中正治分局伫29、28这段期间，也会加强处理违规停车。 最近为着要准备过年，台北真侪民众会去到南门市场看年会买礼品，人潮是客。为着要避免车祸影响到四周的交通，台北市中正治分局宣布会伫1月20到28这段期间加强管制，处理违规停车。民众若是违规，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600块到1200块。 年前这段时间，南门市场的就是人潮跟车潮会很多，比以往多很多啦。我们会主要针对违规的停车跟违规临时停车的部分来去做加强的驱离取缔，因为这部分会影响车流比较大。 另外，即摆因为学校放寒假，加上咧要放9天的年假，就惊暗时行路，若是有人骑改装机车造成噪音，会影响民众的困眠。三北甲桃园家人的环保局拍算自20开始，针对夜景区和较接有人偏车的所在加强处理。夜间时段的话，就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除了原本的固定式的科技执法之外，对这些比较突发性的一些乐趣，我们就会透过移动式的科技执法来去做加强取缔。另外，新北环保局嘛强调，车的延长讲若是造成噪音，互科技执法的设备抓到，根据噪音管制法，民众有权爱食法。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